其實最初就我同另一個創辦人啦，其實嗰陣時都接觸到就係都會自己需要揾樓，或者揾完樓之後都發覺都要揾裝修喎。咁但係上網揾其實都見到好多淨係揾樓就冇裝修提供到嘅，另外我哋都要去叩門去揾一啲裝修，亦都擔心信唔信得過啊。咁嘅時候不如就傾下，不如我哋自己整翻個係可以幫到啲人係一條龍一站式去揾盤之餘，就結合埋裝修，變咗方便到啲人去揾盤咁樣去做啦。但係當時你自己係嗰陣時有冇全職做緊㗎？定係嗰陣時都副業嚟嘅，兼職去做，因為其實嗰陣時我自己都係從事地產啦，咁本身都係地產經紀嚟嘅，咁就係一間大嘅地產公司去做一啲住宅部嘅銷售啦。咁嗰陣時都攞一啲獎項，譬如係最多單數獎啦，同埋爆數王咁樣啦。咁但係後尾做嘅時候先發覺，真係坊間冇乜係關於裝修同揾盤係幫到客嘅喎。啲客成日都要問經紀話有冇啲相熟裝修介紹啊咁樣。咁啊跟住我就同我老友不如試下自己揼個 proposal 俾科學園睇下批唔批。咁入批嘅時候就再考慮就不如全職入嚟去研發呢個技術啦，去幫翻香港嘅市民咁樣。其實嗰陣時最大賣點就未係 VR 嘅，嗰陣時 VR 未算普及嘅。嗰陣時可能都係一啲類似韓拍啊嗰啲會出名啲，但係 VR 都未係太熱門。咁我哋都係入咗嚟科園啱啱1至2個月啦，咁就開始 hit 呢個 VR。咁我哋就不如試下加入呢個 VR 元素，咁就再試唔同方向，譬如試過係 model 帶睇樓啦，亦都試過係我哋揸住個 VR 機去一路第一身去講解㗎。因為好多客人其實佢哋睇樓之前，其實香港人都好醒嘅，佢哋會上網去 search 啊 research 做多啲功課先至會約睇樓啊，甚至乎即係唔會咁直接去做呢樣嘢啦。咁變咗其實網上 VR 其實幫佢哋係可以快速去睇一睇啲盤源啱唔啱，有興趣啦先至再去約啲經紀睇樓或者睇裝修。我哋都計劃咗，其實除咗樓盤同裝修之外啦，我哋都係想擴大我哋業務去第3條腿，就係講緊海外房地產嗰 part。因為其實VR 其實而家係好幫到手，係幫到啲咩？就可能幫到本地嘅一啲經紀啦，或者裝修公司。但係其實我哋發覺好多香港人，尤其是香港有辣椒之後啦，好多人係投資房地產方面係喺香港呢邊係有啲叫做滯銷啊，即係二手其實因為佢哋好多辣椒影響到佢哋，未必可能做到個按揭啦，或者去買第2套房啦。其實佢哋啲錢係周圍去揾啲投資機會，咁其實佢哋會轉向去啲海外房地產，例如係中國啦、日本啦，甚至乎有少少偏遠啲可能泰國啊、柬埔寨啊都有。咁我哋都想引入 VR 嘅元素係喺海外房地產，啲人可以經我哋平台第一時間睇到啲中國嘅樓盤或者一啲日本譬如東京大阪嘅一啲房源，咁啲客就變咗唔使話要專登買張機票去睇個樓盤，就可以經我哋平台睇啱啦，直接就約經紀去 order 咁樣。咦？咁你人手方面點樣搞咧？因為你哋都要即係去影㗎嘛，咁即係自己飛過去。其實我哋團隊除咗我哋自己之外啦，咁科學園配套其實都會有啲實習生去 intern 去幫我哋，可能係真係需要同啲裝修公司做配對，或者同啲樓盤去做一啲 VR 拍攝，其實都會用到啲實習生。咁至於開樓盤嘅時候，我哋都同日本嗰邊都溝通好啦。咁嚟緊喺東京同大阪咧，都會引用 VR 技術係幫我哋醫生係拍啲盤源嘅，係啦。明白。呢啲係已經進行緊定係將會做啊？將會做嘅，係啦，將會做。咁我哋可能提供啲器材啦，同埋技術啦。咁嗰邊都會有人去幫我哋去拍攝啲單位。其實最困難，因為缺盤啊，因為初頭發展其實個平台啲盤源唔係好多，可能都係得3000零個盤源，我哋要不斷喺18區唔同嘅地方揾啲細行或者啲地產公司去試用我哋平台。咁但係因為可能啱啱出嘅時候，可能名氣唔係太高啦，咁其實啲地產公司都會去諗呢樣究竟係咪信得過啊，或者有冇信心令到佢哋放盤咯。咁 so far 其實到而家呢一刻啦，咁我哋進駐咗科園大概1年時間啦，其實盤源已經由可能幾千個去到而家接近18000個盤咯。咁其中可能買賣都接近11000個，咁租盤都有7000幾個盤源，咁啊一路係即時更新啲盤俾啲客去睇。咁有部分咧，即係相對以前傳統少少嘅裝修公司老闆咧，佢睇完啲片，佢覺得都對客人嚟講都幾特別，即係可以即場睇到個實景。咁但係佢哋都有個擔心位嘅，就係
因為佢哋始終有時啲相啊圖會整得比較靚啲嘅。咁如果好實在你睇到晒所有嘅個案，咁又會點咧？都會有少少啲擔心。咁但係好多裝修公司翻嚟嘅 feedback 就係話原來佢哋都覺得傳統喺雜誌做推廣嗰個模式咧開始係落後，即係佢哋都好想喺 online 上面做多啲嘢。尤其是我哋即係帶住好多大學實習生咧落到去啲地鋪咧，去介紹平台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想啊，可唔可以多啲途徑可以 online 去幫佢做宣傳咧？因為佢哋唔熟呢樣嘢，佢哋好多時都係等啲客人入嚟，跟住可能再同佢慢慢傾啦。咁但係佢網上渠道揾客咧，佢哋就未必開拓到呢樣嘢。咁所以我哋傾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有興趣。不過佢哋又會擔心我哋個平台嗰啲瀏覽量啊，嗰樣嘢多唔多咧咁樣。咁有部分嘅裝修公司都會去俾一啲月費啊或者年費去俾我哋做幫手拍 VR 啊或者做推廣。咁好多都會係試用先嘅，係啦。即係啲客人可能睇完佢個 VR 片段啦，或者經我哋平台嘅一啲專訪啦，咁咪成日直接帶入去揾到佢咯。咁佢都覺得係 ECL 不幫到佢手去做廣告嗰 part 宣傳，即係帶動到啲生意咯。咁佢都會因為呢個情況啦，佢都要再增加佢嘅人手去 serve 呢班客戶群。譬如我係一個裝修，譬如一個工期通常大概60至90日啦。咁其實我哋咧喺裝修初期咧都會有個時間表個 timeline 俾翻個客人。譬如大概係預算幾多日係鋪個地下啊，或者幾多日係開始裝修個洗手間啊、廚房咁樣嘅。咁我哋都會定時係去翻個單位度去做一啲影相啊 update 俾翻啲業主。咁佢哋係可以即時係了解翻究竟裝修進度係去到邊度。咁我哋都會定時去即係睇翻個裝修公司究竟有冇話拖長咗個時間，而導致最尾個完成品要耐咗先可以收到個層樓啦，定係反而快咗，或者邊啲位置我哋可以睇到嘅時候可以幫到嘅業主去做得更加好。呢個都幾個人化嘅服務。我哋試過有一個裝修就係試過啲地板啊，裝修師傅係跟翻業主要求鋪地板，咁但係發覺鋪完之後，原來嗰個業主咧係想打橫去鋪啲地板嘅，但係裝修邊原來打直去鋪嗰啲紋條嘅時候，其實我哋個監測就即時睇到之後就同翻個業主反映，咁啊裝修公司係即時係可能解決翻啲問題，就唔會話拖到1個月後已經啲磚又鋪晒，地板又做晒，先翻轉頭發覺地板錯，咁點收貨咧？變咗其實呢個都好重要。初期都要教佢部機究竟點樣用，點樣去拍先至拍到我哋想要嘅效果。咁其實出去之前都會有個培訓，咁甚至乎係見客嘅時候應該點樣去做啦？邊啲位置拍咗先，分次序去拍，或者大概預幾多時間去拍，其實都好重要咯。咁其實有啲 intern 大概都知我哋嚟緊可能將來發展啦，都有鋪排緊，可能畢業之後嘅有機會再入嚟我哋公司去直接去做。幫我哋去做第3條退開房地產嗰 part 咯，係好咯。譬如每個人都係行1步、2步、3步嘅，你要諗多一步，可能諗第4步點行，第5步點行，諗多啲 option， 變咗其實多啲位置俾自己走盞。譬如知道條路唔可行嘅，或者都比較普及嘅，你要諗多啲方案去市場冇嘅理由，咁變咗你就會比較吃香啲，同埋會增加你自己公司嘅優勢。諗下就即係我自己以前都就我教書出身嘅，咁啊教商科啦，咁啊出咗嚟因為有個好嘅機會就同天神合作，因為我哋識咗10幾年咁樣，係啊。咁其實我當初都教商科嘅時候，我都點解突然之間跳咗出嚟咧？就喺度諗好多學生啊上堂講一啲商業世界嘅嘢，係啦，真係好理論化咁樣。咁所以出到嚟嘅時候咧，就諗啊，既然有個大學生實習嗰啲計劃可以資助，咁不如就利用呢啲平台去同佢哋即係實踐下啦咁樣。咁出嚟好多人反對嘅，咁佢諗啊創業其實都可能真係好多屋企人啊朋友會反對。咁所以其實我諗最重要。咁你嗰陣時有冇人反對咧？都好。因為都係穩定嘅工作嚟嘅，教書。係一個相對穩定，好多人都覺得OK 啦，一路教落去啊，個人工又非常好啊。可唔可以問多少少係喺中學教定係喺商科學校？喺中學教嘅係啦。哇！咁啊，真係可能會教咗幾耐咧？我主要教都係商科會計啦，我教咗4年㗎啦，都有入過銀行工作，跟住之後就教書啦，咁啊，因為穩定啊嘛嗰陣個感覺係，咁但係原來發現自己都真係好中意做生意嘅，係啊，即係嗱你唔出嚟都唔知嘅，出到嚟之後咧慢慢學習嘅時候咧就發現，喂原來都幾好玩嘅呢樣嘢，咁我就諗既然呢個平台可以幫，即係同啲叫做真係同啲大學生去
同佢哋實習去學嘢咁樣。係。咁我就諗啦，其實出到嚟最緊要就係無論你屋企人、朋友，即係好多反對聲音啦。咁我諗咗經歷過去嗰半年咧，就係要好堅持咯。即係諗翻你當初點解咁想出嚟做生意，係啦。咁你最終想做到啲咩咧？原來 keep 住係要堅持，因為不停做咯，不停落實做。咁就中間都會放棄嘅，有諗過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就都係啦，周圍去同人傾啦。咁其實我諗，如果啲年輕人嘅時候話要創業嘅，我會覺得唔好一畢業就創業喎。係啦，我會感覺係可能真係利用3至5年時間咧，喺啲唔同公司學到一啲佢覺得有用嘅嘢先，或者建立一啲人脈先。因為好多而家年輕人好中意我唔打工，我一出嚟就創業咁樣。我自己感覺係可能真係過咗5-6年之後，手上有好多唔同嘅人脈，你學到嘅嘢，每間公司學到啲乜嘢，去組織埋一齊之後，先真係跳出嚟會好啲。